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12月18日，真实的悔改。诗篇79篇1到13节，其中第9节这样说道：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为了你自己的荣誉，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受压制的人，有什么诗篇可以来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心声呢？可以让我们感觉有人同理我们，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呢？对了，就是今天的79篇，诗篇79篇。这个诗篇是低而又低的情绪，超过我们想象的悲哀之事。可是在这样子悲惨的情况下，诗人到最后他仍然抓住神。我们可以想象诗人那个时代是什么时间呢？对了，就是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犹大灭亡之后，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所写的哀歌。国家灭亡了，信心的核心是圣城耶路撒冷也被毁灭，所以等于一层又一层的悲惨。接下来第2、第3节还说到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给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野兽。哇，真的是很悲惨，人死了也没得埋葬，任由飞鸟野兽来吃，这是对人最大的羞辱，也就是这是一个绝望中的绝望啊！这时候怎么办呢？第8节说到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，就是说我们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，而这个不只是个人，也是国家或民族到了一个最悲惨的时刻。回想一下我们自己，是否也有那卑微挫败的时刻呢？甚至觉得是被神管教受报应的时候，我们就算到那时刻也不要离开神，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自己骗，被别人的话语来骗，而错把我们的神当作是那会放弃我们、抛弃我们的。我们内在就会有很多的声音说我们不配被连续。在绝望中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放弃我们自己，终结我们的生命。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纵使我们再绝望，也不像以色列这么绝望，再悲惨也不像以色列的悲惨。不过即使我们面对这种情况，以色列人还是紧紧抓住神。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。但主，你仍然要保护我们。就算再怎么悲惨，还是在神的手中，那是神的旨意跟话语。我们觉得神已经把我们切割了，好像就不要我们，不保护我们了。这是我们人被欺压的时候，痛苦中一定会发出的声音。但我们是属神的人，在这时候千万不能放弃，千万不要中了敌人
撒旦魔鬼的诡计。而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心里的话全部向神倾心吐意，真实的来告诉神。今天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向神倾诉的经文，诗篇。我们一五一十向神来倾诉，没有隐藏，没有做作，将心里的话告诉他就是了。求神来息怒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？你动怒要到几时？你的愤怒要如火焚烧吗？是，但神也要拯救，我们要求拯救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的名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为你的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神的名，因为我们的痛苦，因为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。当然人总是有一种心态啊，求神报应。主啊，你加倍奉还，不是加倍尔，在这个经文里面12节说，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7倍归到他们的身上啊。这就是我们人啊。但是当我们这些心里的情绪向神来倾吐以后，我们自然内心会孕育出那个力量，而且会有到新约时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敌人前，我们其实是要悔改。因为我们的主应许我们，当人被神从敌人的欺压中救回来的时候，要像软弱的羊重新回到草场，被照顾，被牧养，很安全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要常常叙述神的拯救，使我们能够早日的欢欣来歌唱。还不如我们现在就好好来抓住神。可能现在我们实在很悲惨但神说我们可以回转，只有一条路，我们悔改，归向神，神的拯救就要到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有一号人物是美国总统尼克森的重要幕僚，他叫做寇尔森。其实他有个外号叫尼克森的刽子手，但因为水门事件，他被牵连在里面，他锒铛入狱，在狱中他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，叫做23226。而后来他到了狱中，他真的谦卑下来，他回转归向神，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。在那时候有一个牧师就向他提出挑战，说寇尔森先生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你真正信靠了神，你真正的回转呢？这寇尔森先生23226号囚犯，他思索了一下，他便回答说，要明白我是否认真回转悔改，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看10年以后我在做什么。10年之后，1976年他出狱之后，成立了监狱团契，而这个团契到现在已经20几年，在80几个国家，在许多的监狱里帮助了许多的人，透过读圣经，查神的话，透过神的灵，使能够回转，能够归向神。一个回转的人才有救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来回想，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呢？而我们是不是还在那最惨的时候？我们看到诗人他凭什么向神求施恩呢？那我们的祷告内容跟基础，我们可不可以求神也因着他的名来帮助我们？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有真实的悔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恳求您的圣灵光照我们，
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自省真实悔改，而且我们相信你必不离弃草场上的羊。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在患难中使我们更加依靠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可以活出真实悔改的新生活。我们明天见。